如果你嘅工作感到莫名嘅疲累，可能唔係因為你能力係唔得，而係你嘅能量來源同埋大腦嘅軟件裝錯咗地方。喺 MBTI 中 EI 嘅心理能力嘅流向同埋 SN 嘅認知事物嘅方法，兩者嘅組合係有助導航職業嘅方向啊。畫面中4種唔同嘅辦公狀態，唔知你喜歡邊一個呢？邊一個崗位係讓你得心應手？邊個讓你苦於經營呢？ MBTI 嘅4個鏡提供可參考嘅導向。橫軸嘅 EI， 你嘅能量來自行動定係反省啊？以下有5條快測題，睇下你係偏向外向型嘅 E 啊，定係內向型嘅 I 啦。請你選擇 A 或者係 B。1. 社交感覺 A 活力倍增 B 心力交瘁。第二題團體活動 A 樂在其中 B 有時感覺到煩悶。3. 開啟話題 A 跟誰都能夠傾偈 B 係好難打開話題。4. 談話習慣 A 係參與大群人對話 B 係偏向1對1私聊。第5說話比例 A 係說多聽少 B 係聽多說少。 A 多於 B 係 E 嘅外向型，反之係 I 嘅內向型。中軸嘅 SN， 你關注當下嘅現實啊，定係未來嘅可能性啊？以下有5條嘅快測題，睇下你係實感型嘅 S 啊，定係直覺型嘅 N 啊？請選擇 A 或者 B。第一題，你通常較為喜歡嘅科目係 A 講授事實同埋數據，定係 B 講授概念同埋原則呢？第二題，為樂趣而閱讀嘅時候，你係 A 喜歡作者直話直說，定係 B 喜歡奇特創新嘅表達？第三題，寧願係被別人認為你係一個 A 實事求是嘅人，定係 B 機靈嘅人呢？第四題，你係會跟邊啲人做朋友啊？ A 係腳踏實地嘅人 ，B 係常提出新主意嘅人。第五題，邊啲人係會更吸引你啊？ A 係做實事有豐富常識嘅人 ，B 係思考敏捷同埋聰明嘅人。A 如果多於 B 咧，就係 S 嘅實感型啦，反之就係 N 嘅直覺型。呢兩組緯度交織出咗4種截然唔同嘅職場人格。EN 係行動型嘅創新者 ，ES 係行動型嘅實際主義者 ，IN 係思想型嘅創新主義者 ，IS 係細心思想嘅實際主義者。而家詳細嘅去剖析 EN， 佢係行動型嘅創新者啊，佢充滿咗能量，外向同埋主動，透過表達同埋實踐意念係學習，揾工作係創新同埋多元性咧係優先。適合嘅工作係創業者啦、市場推廣啦、演講者同埋公關等等。ES 佢行動型嘅實際主義者嚟㗎，佢喜歡結果同埋速度，透過實幹同埋行動係學習，揾工作係以回饋感同埋執行空間優先。佢適合工作係現場嘅主管啦、銷售啦、店經理啦或者活動策劃等等。IN 係思想型嘅創新主義者啊。佢安靜、反省性、富思考，喜歡深度同埋原創。揾工作係以自主權同埋意義感咧係優先。佢適合工作咧就心理學家、戰略分析或者研究員。IS 佢係細心思想嘅實際主義者，佢依賴咧係寫出嚟嘅規條同埋要求去做事，注意現實考慮同埋需要。揾工作係以流程同埋專業咧係為先。適合嘅工作會計啦、資料分析啦、技術維修、行政等等。當公司面對咗變革嘅時候，呢4種人係點樣去互補嘅呢？ IN 會提供一啲藍圖 ，IS 嘅人會守護核心 ，EN 係會驅動創新 ，ES 咧係會負責執行。如果你係現在工作覺得好痛苦，可能係因為你嘅4角鏡係放錯咗位置。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組合，睇下有幾多同類。EN 行動型嘅創新者，佢話讓我哋改變啦。ES 行動型嘅實際主義者話讓我哋行動吧。IN 嘅思想型嘅創新主義者，佢會話讓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去思考。IS 嘅細心思想嘅實際主義者，佢會話讓我哋保留它。